西環社區客廳嘅開幕呢，其實係標誌住我哋喺精準扶貧道路上面又是邁進咗一個堅實嘅一步。呢項計劃嘅成功呢，係充分體現出政商民三方嘅協作，群策群力，攜手呢為香港扶貧工作出心出力嘅呢一個精神。社區客廳項目將在改善基層市民生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社會和諧穩定、實現良政善治的生動寫照。有了政商民三方攜手合作，社區客廳這項民生工程才會越辦越好。咁我哋嘅服務宗旨頭先都有提到，加多一點心，愛心、關心、齊心、細心，我哋每一個心咧都係發自內心，正正係因為有大家嘅集體嘅參與，令到我哋呢一個家咧就變成咗我哋西環呢一個所有街坊大家共同嘅家。大家心知己咧喺呢度可以 hea 下茶啊、按摩啊、煮下飯食。最大嘅得着咧就係呢度啲職員啊、嗰啲人咧就好親切咯，即係好似屋企人咁咯。你見到有會員咧，其實佢哋晚晚都上嚟食飯，但係咧會煮飯啦。咁但係見到因為經濟佢比較拮據，咁佢就會受限於佢哋嗰個食物嘅選材，咁就可能咧變咗即係可能滾水撈飯加隻蛋，佢哋就一餐。咁我哋同事見到呢啲狀況，其實都好希望喺客廳善用資源去幫到佢哋，尤其是係區內嘅長者、劏房戶長者，因為佢哋都可能獨居比較少接觸到其他嘅社群，咁可能經過我哋呢個社區客廳可以識到新嘅朋友，同埋我哋職員都可以幫助到佢。